阿嬷毋捌字，会记得少年了得骑竹马，目一个呢，头毛喙像白。即句话互我想起阮外嬷，我的阿嬷毋捌字，伊常常讲，囡仔人爱认真读册，才有出头。阿嬷出世伫民国前3年，伊是台湾人，率互日本甲国民政府管治一世人。阿嬷少年时是单亲欠查某，家己换一间下药厂做生意，立间2个后生拢大学出业，3个查某囝嘛互读甲高理，因毋是工程师，无就是做先生。干那阮母啊，呾读国校尔，就缀伊伫下药做工课。毋过，伊甲阮阿母即个册读上少的第2查某囝上介亲。自我细汉，阿嬷拢甲阮带做伙，斗请养阮5个孙仔大汉，一直到我去做兵，阿嬷煞无等我退伍，就做伊过身去啊。阿嬷无看着阮出脱，无看着阮娶某生后生。阿嬷常常甲妈妈讲：“阿珠啊，你甲炳凤后摆会足好命，恁的囡仔拢会读册，恁佫对我遮友好。后日啊，恁囝儿嘛会甲恁友好。”我的阿嬷毋捌字，伊请养遮的时势读册捌字，教我讲台语。当我到甲阿嬷的岁啊，阿嬷，我真少念你，我想要教你捌字。